陀佛。业障深重的人们，赶紧放生来解困。你放生有因果，福气会临门。你放生会积德，积善在一生。月要放生，做个善心人。过迟已莫再等，行动要认真。一家大小来放生。做个好心人。做个好心人。幸福过一生。师父说，布施的人有福，行善的人快乐。世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，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。月要放生，做个善心人。过迟已莫再等，行动要认真。一家大小来放生。做个好心人。做个好心人。幸福过一生。